眼神好空洞，直不甩咁望住個靈堂入邊。歡迎收睇《鬼上你架車》。今晚呢個故事係有一個殯儀館上班嘅朋友仔提供。呢件事大概發生喺90年代。有一晚，呢個叫阿明嘅朋友仔當值，負責打點一班啱啱到場嘅大殮白事。嗰晚其中一個靈堂喺度辦緊一場好年輕嘅喪禮。個死者得20歲左右，因為交通意外突然過身。由於白頭人送黑頭人，當晚靈堂嘅氣氛非常之淒涼。死者嘅媽媽喊到幾次暈咗，要隔籬班親戚扶住。大概到咗夜晚9點幾，生客探訪嘅時間差唔多結束啦。靈堂外面嘅走廊開始變得冷清。阿明當時行咗出去，準備後邊攞啲元寶蠟燭啦。當佢行過大門走廊嘅時候，突然留意到有一個後生仔靜雞雞咁企喺靈堂門口角落頭度。呢個後生仔着住一件好普通嘅白色 T 恤、牛仔褲，耷低住個頭，雙手插袋。阿明初初以為佢係死者生前嘅朋友或者同學，可能因為太傷心或者遲到咗，唔敢行入去。於是阿明好善意咁行過去同佢講話：靚仔，拜祭就入去啦，家屬仲喺入邊，上炷香送朋友最後一程啦。但個後生仔完全冇反應，依然耷低住個頭。阿明覺得有少少奇怪，再行近一步，呢個時候個後生仔慢慢抬起個頭。阿明一睇不得了，呢個後生仔嘅面色白到好似搽一層石灰咁，完全冇任何血色，而且眼神好空洞，直不甩咁望住個靈堂入邊。更加詭異嘅係，阿明順住佢嘅視線望入去，個後生仔望住嘅方向，正正就係靈堂中間掛住個死者遺照嘅位置。阿明再認真睇，呢個企喺門口嘅後生仔，無論從個樣、髮型，甚至身材，都好似同個死者遺照上面嘅人一模一樣。阿明做開呢行有經驗，知道自己瀨嘢，佢打咗個冷震，但表面依然保持鎮定，個心入邊仲喺度念有怪莫怪啊。然之後扮作若無其事咁，慢慢褪後，褪返入去靈堂入邊。一入到去，阿明即刻望住死者嘅媽媽，個媽媽仲喺度喊緊。阿明頂唔順啊，過去拉住死者嘅大伯話：叔叔，出邊有個着白衫嘅後生仔，係咪你哋啲熟人？佢點解生得個樣咁似入邊嗰個嘅？大伯聽完個面色一變，話：吓，冇可能嘅，我仔係獨生仔，又冇兄弟，而且佢班死黨一早就到齊晒啦，入晒嚟坐啦，出邊仲邊度有人？阿明心知不妙啦，轉頭同大伯一齊行出去靈堂門口睇下。一行到門口，頭先企喺角落頭嗰個白衫後生仔已經消失咗。走廊一條直路，又冇大柱遮擋，前後都不過10秒鐘，普通人冇可能行得咁快嘅。大伯拍咗下阿明個膊頭話：哥仔，你係咪太攰眼花？出邊邊度有人？阿明冇出聲，因為佢行到後邊，見到後生仔頭先企過嗰個角落頭，佢耷低頭一望，發現嗰個位置嘅地板上竟然留低2行好淺色，但由黑色香爐灰印出嚟嘅腳印，而且腳印嘅方向就係朝住靈堂中間入邊。最恐怖嘅事係第2日出殯嘅時候，個堂官喺度打點緊遺物嘅時候，死者嘅媽媽攞咗一套原本打算陪葬嘅衣物，正正就係一件白色嘅 T 恤同埋牛仔褲。個媽咪喊住話：呢套衫係阿仔出事之前一晚啱啱買嘅，佢話最中意呢套衫。阿明當時喺隔籬就睇到，背脊都飆晒冷汗。原來尋晚死者啱啱就係着住佢最中意嗰套衫，自己行咗返嚟，企喺門口睇住自己嘅喪禮。